來看到家己有一個起航的頭家呢，伊竟然把這學生囡仔偷翕，對去年7月到今年2月呢，有16個人佇咧便所互人偷翕，其中有10個是未成年。這名負責人呢，唔但有開一個起航，佫有佇咧學校做社團的老師，目前檢方也該提起公訴。大門部分鐵門救來無營業，這間佇嘉義民雄的起航，今年2月，去互民眾發現便所好親像有裝尖空點名機，檢警拘捕上門調查，現場查扣2台尖空點名機、3個硬碟，也甲8支手機啊，這些相關證物。老師啊，自己本身要顧到自己的作為，這個沒有人可以接受。那我送小孩子去補習班，我也會很擔心。民眾感覺傷寒，因為起航若開真濟音樂班，社辦的4樓負責人也擱佇學校擔任社團老師。檢警清查偷翕畫面，發現為去年7月16到今年2月25，負責人攏總翕到16個被害人，其中有10個是未成年。判決結果也會送到不適任老師的這個系統裡面。那各校在聘用社團老師的時候，可以查詢這個部分，那他當然就不是屬於合格的老師。會依照之後司法判決的結果，再參照我們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的規定來進行一個裁處。小案人6月羈押期滿了後，轉來到當地，而伊看到媒體趕緊關門，佫甲鐵門救來，考慮公共利益，檢方罕見的公開甲起航的地址，佫提醒捌去的民眾愛緊主張權利。嚴重侵害個人隱私與少年權益，被告涉犯刑法妨害秘密、竊錄他人性影像以及兒少性剝削條例。拍攝少年性影像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。嘉義地檢署2月起訴4樓的負責人，考慮伊對16個被害人分別犯案，檢方嘛建請法院依法分論辯法，佫甲扣案的尖空點名機等犯罪工具宣告沒收。記者採訪報道。